為你分享生活嘅點滴，勵志嘅、愛情嘅、友情嘅、親情嘅小故事，但係又唔缺乏大愛同大義。讀者有約，為你嘅心靈之樹注入潔淨透亮嘅流水，孕育住嗰一朵某日喺你心中盛開嘅蓮花。大家好，歡迎收聽讀者有約。首期嘅節目為大家獻上小和尚同埋老和尚之間嘅故事。喺一個森林嘅寺廟入邊，小和尚諗住去打水，行路嘅途中見到老和尚喺度飲酒，於是就問老和尚：點解你會飲酒嘅？老和尚揦起塊面就話：唉，戒唔甩同埋放唔低，係因為心中有苦，飲一啖未嘗唔係自甘墮落，但係至少我喺佛祖面前係真誠嘅，或者有一日終於放低咗，咁就真係戒咗啦。勾下個頭，老者繼續挨喺樹邊底下乘涼。但係小和尚見到老和尚面色好似唔係幾好，於是又問老和尚：你喺度煩乜嘢啊？老和尚唔答小和尚嘅問題，於是佢又飲咗一啖酒，眯起眼睛，突然就同小和尚講道：你睇下山坡上邊漫山遍野嘅花，好唔好睇呢？喺呢個時候，老和尚並沒有得到任何嘅回答，因為嗰種花紅白相間，你話佢靚，佢就充滿住一種慘烈嘅死亡氣息。只要有住生命，冇特殊愛好嘅人，又點會識得欣賞呢？所以小和尚冇回答，但係老和尚就自己同自己講：傳說中嘅地獄沿途開滿咗彼岸花，有人話彼岸花就係喺呢世界上面根本就冇嘅，但係真正嘅彼岸花應該係喺人死後帶入黃泉最後一滴不捨嘅心頭血嚟灌溉嘅。小和尚以為老和尚傻咗，都唔知道佢喺度講乜。但係老和尚繼續講道：喺我哋呢個深山野嶺入邊，有一個人一直都想呢個地方變成真正嘅地獄，亦都想沿途開滿住彼岸嘅花，所以就用生人腐朽出嚟嘅血氣嚟灌溉，所以就開出咗呢啲四不像嘅花。慘白之上一滴紅，慘白係失去咗生機，而嗰一滴紅就係最後綻開嚟嘅鮮血。小和尚，你聞唔聞到嗰啲花嘅氣溫啊？就好似人嘅命，幾甜美嘅氣息，都只不過係慾望帶嚟嘅甜美，充斥住整個生命。但係又帶住一種血腥嘅刺鼻，咁係因為喺腐朽嘅時候，鮮血全部散發出嚟嘅味道，亦都係痛苦嘅時候，感覺喉嚨會充滿嘅味道。老和尚慢慢咁講住，小和尚嘅背脊起咗一串雞皮。咁樣嘅香味，究竟同生命有咩聯繫呢？或者呢一個係我哋所有人嘅疑問。但係老和尚好快就答咗小和尚嘅問題：生命總係伴隨住各種嘅慾望，最簡單嘅衣食住行，帶俾你享受、滿足、甜美嘅安逸。但係生命亦都伴隨住各種嘅痛苦，生老病死，
用甜美嘅慾望嚟掩蓋生老病死嘅痛苦。人類一直都係咁做，所以先開出咁樣嘅花。老和尚繼續講道：只不過咁樣講起上嚟，係咪簡單咗啲，空虛咗啲呢？慾望同痛苦，但係冇心靈嘅充實同埋淡然，咁係因為好多人都忘記咗自己嘅靈魂，所以呢啲花先至咁慘白無力，而唔可以綻放出更靚嘅顏色。我喺呢度睇盡嘅唔係世間百態，卻係鬼間百態。我想拯救呢啲靈魂，令到生命嘅花開得更靚，但係發現自己嘅夢做得太大啦，力量太少啦。小和尚，你話如果有一日呢個世界嘅人都去咗，會唔會成個世界都會充滿住呢種紅白嘅花呢？究竟仲有冇其他嘅顏色啊？小和尚諗：老和尚嘅話真係夠恐怖噶。但係從呢種絕望嘅意味中，估唔到小和尚好簡單咁講到：流動嘅事物，你睇佢係死嘅，梗係冇意思啦。老和尚眯咗眯隻眼睛，睇下小和尚嘅說法究竟係乜嘢。小和尚淡然咁講道：就好似人，唔理你係前進定係後退，都係喐噶嘛。咁你今日唔了解生命被消磨嘅只有慾望同埋痛苦兩種顏色，但係聽日呢？聽日未必係咁噶喎。或者喺好耐好耐嘅以後，人類會更加注重心靈同埋靈魂呢？咁樣蒼白嘅花只不過係一時之物。老和尚，你又何必執念痛苦於此呢？我哋佛門中人有邊一個係有呢一種執念？其實無論大小，做咗就係啦。你要渡人噶嘛？咁你知道呢個唔係一時之功噶。小和尚淡然咁講道。一下間，老和尚嘅眼前一亮，忽然問道：你嘅法號係？小和尚簡單咁回答：我嘅法號係慧根。蓮花出於污泥而不染。你而家聽緊嘅係讀者有約，帶俾你不一樣嘅小故事，令你從枯燥無味嘅生活入邊體會同埋發現奇妙嘅點滴瞬間。